咩話？原來的士可以落架期，仲可以避免唔過海，用1分鐘解開的士司機唔會話俾你聽嘅的士。首先簡單講下的士咪錶嘅操作，口訣就係空往停，撳空就可以升起咪錶旗仔開始接客。夜晚嘅時候，車頂燈會亮起，上客之後就會撳黃，支旗仔就會落嚟，頂燈都會熄咗，然後就會開始隨時間距離開始跳錶計費。而當我哋撳停嘅時候，就會停止跳錶計費，又或者喺突發情況時用嚟停止收費。而因應電子支付嘅普及，越嚟越多辛苦嘅咪錶出現，操作上都會有些少差異，但大致上都唔會離開空往停呢一個口訣。至於乜嘢係落架期，其實就係令到頂燈關閉，旗仔亦唔會升起嘅狀態下，咪錶唔會開始跳錶。因為喺非追求載客嘅情況下，咪錶係唔應該跳錶計費，的士都唔應該處於可上客狀態。呢個時候可能你會話冚旗咪得咯，但其實冚咗旗，頂燈依然都會係亮起。而喺冇起錶嘅情況下，的士司機坐多於一位乘客，又或者駕駛者係冇持有的士司機證，例如車房維修人員係唔可以取酬載客，乘客人數亦都唔可以多於1位，而且乘客亦唔可以坐喺後排。另外就咁冚站同牌，其實有個不明文規定，就係代表司機願意喺飛過海的士站收單程隧道費過海。所以落架期嘅用途最主要都係避免誤會。唔知你對落架期呢一個功能又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討論。下集我哋拆解下呢張黃色紙仔嘅秘密。